高美湿地系喺台中市清水区，佢只嘅係大甲牌出海口，也是喺28年前老主公過海來台灣，佢重要上岸嘅位所。路體清水清早發展起來嘅嘅路況，有一處比清水主謀至雲岩，韓國做起嘅條岩橋，也如當地嘅上山個黃謀，採地文史工作者去尋行人嘅腳跡，尋出嚟一條可能嘅路線。喺當年，好多人同行人相持鬥打嘅時代，許多行人順路大甲牌去到山上地區，也有行人留下睇清水。安尼清水嘅文化也係個多樣嘅。接下來嘅報道向下嚟尋清水有按多乜嘅位所，看得出行人是來到呀。當時是咧騎向拜夜，清水也按古樸嘅三山國王廟，按照條沿橋，共用同一條大路巷，項目幾鋪嘅係有名嘅觀音宮、紫雲岩，兩處對清朝許多建呢，也特別係走上清水發展的中心。其實在這個清水的整個開挖歷史過程當中，那客家人他曾經是佔有一席之地，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那如果從文獻去查詢的時候，事實上它比關帝廟的建廟的歷史還要更久，它可以追到是這個乾隆時代的1746年，哦，那關帝廟是1750年。這石道是當初這個方圓下南街管理人張文溥這就是電王宮的最早的管理人。也係日本時代政府青年，咩做1932年大殺作嘅。經過1935年台中太鐵堂都進行好好，只唔過這樣式嘅大廟，乃唔好太鐵堂將下來。也係三山國王廟喺1959年起過，韓國將保留後天天，也冇本來按太錯嘅。聽老一輩人講啊，當初是客家人在這裡建了這個廟，後來他們就是搬離到豐原，然後這個廟就留下來。當初那個日據時代的時候，那大地震那個廟有倒下去。一下清水還看得出，只有客家面做三山國王廟，成傳統違反當然排便，都漸漸的為300年安久嘅。廟方管理人員做出本好多年同化，我對老一輩嘅大伯談到一道這樣式歷史。老一輩的人講說，你經過這個廟，就是以前沒有水圍車，以前是用挑的，你挑回不能從這條路經過，為什麼呢？因為經過的話，那個餅搭會斷掉，那對神明不敬。這個都老一輩的人講說，三仙館很靈驗的，就是不能對他不敬。連開闢做山開演的話，看得出這樣是對神明有幾尊敬呢。另外一方面，咪看得出走上三山國王廟嘅 TV。明清時代，清水係總鋪重要嘅港口，一道行人係對清水也特別落來嘅，同太街路繁榮起來。行人咪同前老年所在奇妙，只唔過這樣是好多人同行人相持鬥打，人較少行人打輸踢。古時唔係講究每講自家嘅行人，最順定大家坡駛到山上去。客家人大部分的人都往就是乃山，就是豐原啊、東勢還有那個九更啊那個。來卓蘭遷移的啦，不過那裡的廟是三山國王廟非常多，所以我們如果說跟他們聯誼的話，他們很熱情，他們沒有再說以前客家人、閩南人，現在都沒有講這些，這是有隔閡的問題啦。除咗西卡山度，那一條路線最去到清水山區，又會攀過太堵山，去到台中南屯落腳。主頭清水山區有隻海豐里，幾廿處火房屋都經還保留到好好。前特別的係一條火房屋都有堂號，像也係青陽堂、當元老寺廟，還有清河堂、紫雲堂、紫陽堂一帶。採地里長咪是二夫妻家落地嘅行業，只唔過傳嚟幾廿胎來。從來望是聽斯坦人講過，乞丐行業的協同。因為我們開始辦農村再生的時候
他有办一些导览进来，有一些教授来发现，奇怪，海丰里怎么有那么多很类似客家的建筑，尤其像那个那个屋瓦的边边那个板子都是漆那个水蓝色的啊，或者是像我们的那个那个唐号啊海丰里的信仰中心喺南清宫，主要服侍清府王爷。需要一百个厦门寺庙家下，李明想同清府王爷听千金，托全台湾清光传都冇请到上苍的神尊。下后张头新竹竹北钢琴宫，请到腔中的神明。真有意思的是，地方方大摆唱清府王爷专务卡，同期戏剧家下都喺讲下。阮自囡仔的时阵因为清府王爷迄阵无庙嘛当机伊起家时阵他所讲的都是客家话。迄阵大家嘛咧想，奇怪哪会伫遮也无人讲客家，为什么阮的当机起家是客家？但是当机特家就讲河洛话啊，讲闽南话，伊嘛袂晓讲客家话。当天本来天命海丰，唔系风动台风，系丰富的风，还较看得出菜天是有行人前赛种价。那以前海丰里的风就是我们的丰富的风，就是我们丰原的风啊，跟现在的那个海风吹得很大的海风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过程里面，当然如果能够真的找到我们的根是客家的，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同海丰里相抢里的还有东南里，也特别有只地名按到客庄，有一条路按到客庄路，同样没有火风波，只不过客庄天气喺度大家破损。8個年前，喺城里人出出入入的土船頭，古數較像係人客體嘅血壓感染發展來嘅。我们也不能说觉得它是有没有客家人住过了哈。那根据文献所看到的，目前所看到的解读，比较倾向它是一个渡船头的概念。因为过去呢，其实要到大甲溪是没有路的，所以一定要透过这个渡船。條班人、南浦人過來。過只太甲河，做唔得阿妹都在呢條帶，客棧叫了後天命做改做客莊。無阮爸爸嘛80外歲咯，伊嘛袂曉講客話啊，我嘛袂曉迄度。托採訪客莊家下，當多年前里面都出來聽書，佢咪發現有幾個客家新橋，從來向南係對隔壁外埔起家過來，原來客莊一隻莊嘅度也有一道人會講下。人就會懷疑講，恁都客莊，恁就一規檔咯客人嘛，恁客底嘛，有可能客底無唔對啦，因為迄幾百年前嘅代志咯，阮嘛才60幾歲呢，阮嘛無了解啊。当然，我觉得本来这种移民本来它就是这种多元的啦，我们绝对也不能讲说绝对是没有特别那地方有个叫水碓，水碓啊。那水碓其实据我们在做很多的文化研究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跟客家人也许都会有关系。老祖公幾百年前過海來台，當然出權上漲，結天萬人由財條留下來。不過文化同建築、信仰一啲素材，行喺前面到劍，前面到年頭，將喺淺水一打白留下來嘅很多東西，見來見到嘅好老客就會發現，自家老祖公本單咪怕係行人。